2026年居然冇大年30，而且跟住落嚟嘅7年都冇啊！更犀利嘅係2262年仲有2個春節啊！仲唔知道到時候我嘅曾孫可唔可以過2次年呢？今年仲有個閏6月，咁你哋知唔知道閏字到底係咩意思呢？點解會有閏月、閏年呢？咁就真係唔到你唔佩服古人嘅智慧啦！古代算日子就睇2樣嘢，太陽同月亮。睇太陽嘅就叫陽曆，就係地球圍住太陽轉一圈嘅時間，大概係365日。我哋而家嘅公曆就係陽曆。咁睇月亮嘅就叫陰曆，睇月亮圓缺一圈，大概就係29日半，分大月30日，小月29日。但問題又嚟啦，陰曆1年先354日。比陽曆足足少咗11日，過幾年春節就趯到去夏天啦，咁點算啊？所以古人就諗咗呢一招啦，將2個曆法結合喺一齊，就係而家嘅農曆，少嘅天數先儲住佢，夠1個月啦，再補上去。所以閏月就係咁嚟噶啦，閏就係校正時間嘅意思，同古代嘅君王定曆法有關。臘月係小月就冇年30嘅，閏正月呢就有2個春節，就係咁簡單啦。所以農曆入邊睇起身嘅奇葩操作，其實都係古人嘅智慧結晶嚟噶。所以你仲發現邊啲農曆嘅小秘密呢？